俾嘅方法嚟防止疱疹病毒傳染俾自己嘅性伴侶呢？當病情喺活動期嘅時候，有水泡或者開放性潰瘍嘅時候呢，傳染俾性伴侶嘅風險係非常之高㗎。但係冇症狀嘅時候呢，亦都有感染嘅風險咯。對於感染者嚟講，建議老老實實將自己感染嘅呢個病情呢講俾自己嘅性伴侶知，雙方做好措施，盡可能降低對方感染嘅風險。我曾經呢就遇到咗有老公將生殖器疱疹傳染俾懷孕嘅媽媽，咁呢個懷孕嘅媽咪喺唔知情嘅情況下呢，亦都傳染俾嬰兒。所以我哋要鼓勵呢啲有生殖器疱疹嘅患者呢，將病情咁講俾目前嘅性伴侶，並且呢喺發生性關係之前就要告知。喺日常嘅生活中呢，仲可以通過一啲方法嚟降低傳染嘅風險。最佳嘅方法呢，包括呢，第一就係每一次同房嘅時候呢，都一定要全程使用避孕套。第二，有症狀嘅時候呢，就千祈唔好同房啦。第三，生殖器或者周圍有水泡或者開放性潰瘍嘅時候呢，就要避免性生活啦。亦都可以喺醫生嘅指導下，每日使用抗病毒嘅藥物呢，嚟降低疱疹傳染俾伴侶嘅風險。